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11月3日，耶和華的呼召和邀請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。我哋先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利未記嘅第1章1至2節。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，對他說：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，你們中間若有人獻供物給耶和華，要從牛群、羊群中獻牲畜為供物。琴日我哋睇到神完全嘅聖潔，意味着縱使係蒙神特別揀選嘅摩西，當佢到神嘅面前都需要小心翼翼。咁樣百姓們又點能夠同神去交往呢？喺利未記最初嘅呢幾節經文裏面，我哋就睇到神自己首先說話，佢邀請百姓你要同佢交往，而方式就係由神去決定。我哋或許想象自己可以決定點樣去同神交往，例如有啲人認為咧，崇高嘅道德標準嘅生活就能夠賺取神嘅悅納。另外有啲人呢，就輕看罪嘅嚴重性。可惜呢啲咁樣嘅做法都非常不足嘅，因為佢哋冇認真嘅嚟到去睇重神同埋佢嘅聖潔啊，更加唔使指出一個事實，就係本身我哋都係犯咗罪。除非神為我哋開路，如果唔係，我哋根本冇辦法能夠嚟到神嘅面前。神親自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面，改變我哋生活嘅每一個層面，我哋嘅人際關係啦，我哋嘅工作啦，我哋嘅渴求，我哋嘅優先次序，同埋我哋整個人生觀。但係我哋乃係按照佢所定嘅方式嚟到接近佢。昔日神委派咗摩西去教導百姓，佢哋需要點樣做先能夠過住有神同在嘅生活。喺好多個世紀之後，神再一次話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。耶穌就係神賜俾我哋嘅道啦，佢嚟到教導我哋同埋拯救我哋。當我哋憑信心去仰望神，佢就進入我哋嘅生命當中，與我哋同在啦。而我哋嘅生命呢，亦都被改變啦。聖潔偉大嘅神啊，你時時都與我哋同在。我哋為着耶穌感謝你，亦都讓我哋能夠同你一齊過每一日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